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，马太福音16章第5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发笑。小时候呢，老师总是喜欢给一个作文题目，叫做我的愿望，并且要教导学生呢，将来一定要做大官啊，或是做大事啊。还有一些同学呢，总是写着说将来要做什么某某总统啊。可是我的同学他姓蔡，好像一定要做大官或是做某某总统才能出人头地，才能够做决定去影响别人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影响力不见得是要在某一个职务上、某一个官位上，或是一定要姓什么。在台湾就有政治界就有人为了要得到政治利益而改姓的哈。在信仰上面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说要以生命影响生命。是的，但是问题是，用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。有些人是正向的，有些人却是负面的。大概在牧师国中的时候，我们家终于有了第一辆车，是2手的日系车子。但是呢，购买不久之后就被偷了。有一天被警察找到了，结果我就发现这个是卖车的人偷了我们的车，而且他们一家3代都是关切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极为负面的影响。基督徒要成为什么样的影响力呢？作为什么样的酵母呢？是如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或是跟约瑟一样。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记载的约瑟安慰他的哥哥们，不需要因为之前对约瑟不好而担心被报复，因为约瑟他非常清楚知道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与计划。他成为了一个非常好、非常正向的酵母。他不但影响了他的家族，更影响了当时候最强盛的全埃及。父亲死后，约瑟的兄弟们想，如果约瑟怀恨在心，照我们从前对他所做的报复我们该怎么办？于是他们就请人转告约瑟说，父亲临终的时候交代我们告诉你一句话：你哥哥们得罪了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罪过。我们是你父亲的上帝的仆人，所以求你赦免我们所犯的过错。约瑟听到这话就哭了。后来他的哥哥们亲自来见他，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都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告诉他们，用不着害怕，我不能替代上帝。你们本来想害我，但是上帝却化恶为善，为的是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。由于从前所发生的事，今天才有这许多人活着。你们用不着害怕，我一定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儿女。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，使他们放心。约瑟和他的父亲的家族继续住在埃及。他死的时候110岁。他活着见以法莲的孙儿，也抱过马拿西的孙儿玛吉的孩子们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，我快要死了，但是上帝一定照顾你们，带你们离开这地，到他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那片土地去。约瑟又叫以色列人发誓，他说，你们要向我发誓，当上帝带你们往那片土地去的时候，要把我的骸骨一起带走。约瑟110岁的时候死在埃及，
他们用药物防腐，把尸体放在棺材里。耶稣基督提醒、劝勉跟随者不要学习像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一样，成为了不好的酵母，给人不良的影响。马太福音16章第5节到12节，圣经记载，门徒们渡湖到对岸，忘了带饼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小心，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母。门徒们就彼此的议论说，他说这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带点饼吧？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，就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在讨论没有带饼的事呢？你们的信心太小了，竟然到现在还不明白。难道你们忘记我曾经把5个饼分给5000人吃饱的事吗？还有剩多少篮的碎屑呢？还有那7个饼给4000人吃饱，你们又收拾了多少篮的碎屑呢？为什么还不明白我不是跟你们谈饼的事？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母。门徒这时候才明白，耶稣并不是要他们提防那饼里面的酵母，而是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不但不要学习他们这些人，更要提防被他们给影响，陷入了陷阱当中。诗篇124篇，以色列啊，你说吧，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会怎样呢？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那么仇敌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，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了。洪水早已卷走了我们，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，急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。我们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。我们像鸟儿一样挣脱猎人的罗网，罗网破裂，我们得到自由。我们的帮助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感谢主提醒我们要成为好的影响力，不但要避免被法利赛人的酵母给影响了，更要成为好的酵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